好听吗？好听。我写的呢，有没有很飞寻呢？我想要去日本发展哦，你们不要太想我哦。会想你。想我可以上 FB 啊，网络了嘛？你们会用网络吗？会。有不会的吗？我可以教你啊，但不见得没有时间。我国际艺人呢。等下一首歌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我要新歌发表了。很久没有新歌了，最近很忙啦。又要唱歌，还要录专辑啊，最近还在拍电影啊。我不是主角，但是我还是故意装很忙。刚好认识一群新的朋友，因为我太久没拍电影了。你们还记得我是金马奖最佳新人吗？记得吗？我背这里谈太久了，我怕你们忘记我。最近要演戏，我觉得也蛮好玩的，但是偏偏又是年底，我最忙的时候又要演戏。可是人都很奇怪哦，在最忙的时候总是就是不知道生命总会找到出口的，很严重的事情。然后就这样，突然有灵感要写歌了。其实那时候是被一个那个刚认识的电影的监制作人，他很机车，我还没有开始演戏，他就已经叫我写歌了。我就不知道我要演什么。本来他说好，就是说因为我唱歌嘛，然后你也音响公司的那个老板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应该很容易胜任啊。然后真的要去演的时候要排戏有没有？我就变机车行老板。差太多了吧？修音响公司老板跟汽车行有那么像吗？我那时候想说音响店，我就要走那种高级路线，还蓝头发，应该可以卖那种高档的啊。就我摩托车，就突然蓝头发变成像小弟了，虚掉了这样。然后他说他想要一首很有老歌痛的那种味道的歌，因为说实在我也很少唱老歌，我的最老的歌就是蔡依林的《舞娘》，我也这样，我没办法再写更老的，因为那个年代离我太远了。我就这样莫名写一首歌，然后写一写觉得还蛮好玩的这首歌，刚写好了。然后是跟朋友聊天，最近很多应酬，有不知道我的朋友中间发生很多事情，就很喜欢找我去聊天。然后前阵子是妈子港，还有反正都原住民界的，不用想太好。本来我也很想要找那个什么，像是他的英文名字我记得，可是中文名字好难记啊。那个 Hebe 叫什么田馥甄哦，我也很想找他聊天啊。至少他不会酒醉吧？我不晓得啊。类似啊，就最近开始写歌给很多人，因为说中文作品其实也不少，只是我选择唱母语而已。很久没有写中文歌，我就写一首蛮好笑的，可是我歌词记不太得哦。可能喝太多了。这首歌叫做《酒醉的小姑娘》。你们先醉一下，可能没有那么好听啊。然后我本来想要唱这首歌，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呢，他说你一定要带入那个圣诞节气氛。我说酒醉的小姑娘跟圣诞节很难扯在一起呢。于是他送我了一个，他说有办法跟圣诞节结合的一首歌。喵。不对啊，明明怎么叫？我跟你讲，还是当作我醉了嘛。唱这个好难唱，头快掉下来了。这样我看不到歌词。好好唱哦。好。唱不好，你们自己回家剪接。好难哦，它一直掉下来。
真的很像酒醉。我说亲爱的姑娘，为何你独自在这感伤？夜晚凉风正凉，吹动你那家乡的衣裳。不是望着那远方，伴着一杯惆怅的惆怅，微笑掩饰感伤，沉默又像呢喃，以为酒醉的小姑娘，可爱的小姑娘，这座城市正在说晚安。那遥远的故乡，也都会有同样的月光。只要心中不迷茫，不要忘了歌唱的歌唱，唱着彩虹阳光，唱着随风云淡，唱着故乡的那路弯。好，接下来就酒醉了。那路啊，回家的路是那路啊，牵手轻放着眼间，肩平淡轻踩，或许感伤，回头望。初中的对的地方，看着我们成长，也看着时间延长，回忆浓浓淡淡。哦，可爱的姑娘，在这城市正在说晚安。那遥远的故乡，也都会有同样的月光。只要心中不迷茫，不要忘了歌唱的歌唱，唱着彩虹阳光，唱着微风稻香，唱着故乡的那路啊，那路啊，那路啊，那路啊。谢谢。一首啊，新歌太新了，你知道多新吗？刚刚歌词才写好。那个刚刚有个夜班的 DJ Chris 在楼上，你在干嘛？中场休息一直在打电脑？没有，我在打歌词。什么？你等下新歌发表？对，就是这首。你一直修，都觉得自己不是很满意，就中文真的要靠读书，好不好？孩子啊，好好读书哦，要不然写不出歌词。好。